御龍山新推咗一間135方呢個單位，咁呢個戶型係非常之稀缺嘅，因為佢135方咧係擁有一個雙套間嘅設計，同時啦業主咧係將呢間房揼咗啦，改咗3房3衛哦，超大嘅一個橫廳嘅。咁我哋嚟睇下陽台一個景觀。電梯高層哦，所以咧望出個景觀非常之開揚嘅，明泉高嘅別墅景俾你望晒，而且咧仲係擁有咗一個6米嘅一個長陽台嘅哦。咁呢個單位無論佢嘅採光啦，同埋佢裝修搭配啦，都係一個原木風嘅，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啦。呢邊咧就係一個餐廳嘅位置，佢係擺咗張4人位嘅餐台哦。咁隔離咧就係一個大廚房啦，咁業主係改造咗利用生活陽台打出嚟嘅。咁我哋跟住空間就嚟睇下房間呢邊啦。你睇翻休息區呢一邊哦，入邊咧一共有3個房間、3個廁所嘅，因為咧佢有2間都係套間嚟嘅，而且房間嘅空間咧都非常之大哦，可以望到山景嘅。咁每間房嘅櫃、空調呢啲咧都係安排好咗啦。主人房就比較大啦，哇！你睇呢個洗手間後期可以裝一個大浴缸哦。呢邊咧大概咧都有成20幾個平方嘅，同埋係高層個位置，所以佢望出個景觀都係特別開揚嘅。呢個戶型135方3房3衛，非常之稀缺嘅戶型。業主依家開價咧係120幾萬嘅。想了解呢個單位更多信息嘅話，歡迎聯絡翻小林啦。